讲到东沙环岛是咱台湾头一个海洋国家公园，不过目前这海底漩涡岛是真危险，是因为这魔鬼海星生了太济啊！这可能海星呢是这漩涡吸星会食漩涡，为了要抢救漩涡的生态，创水警官就要摕这注射筒，把这魔鬼海星注生处。目前已经清除1840只，把这生了伤过济情形控制落来。透过唱水人员镜头，因看到海底全部拢是激源海星。那激源海星条咧，漩涡岛大部分拢出现死白，而且数量惊人。根据研究团队来算，平均密度每公顷超过1200只，比生态应负担15到30只较济，达到爆发的水准。我们判断这个已经发生超过1年了，这个珊瑚礁呢都已经吃过了，他们喜欢吃的几乎没有一个活的，剩下极少数，所以这个叫80%到90%死掉。这款海星佫叫做魔鬼海星，将漩涡塘树搭，伫大部发区亲像草命过境，互生态放弃。为抢救生态，唱水人员敢若靠夹仔一个叶条，或者是摕特殊的针头注醋酸。即摆清除1840只，按过评估依然是无够。极冠海星的破坏比白化还要严重好几倍。极冠海星吃过的地方，它说是10年以上很难再生。生态危机发生在东沙环岛国家公园，相较外环岛台外口，在前拖4公里，学者烦恼向东边拖，呼吁爱投入更较侪人力物力，赶伫东北季风来进行的7到9月刷掉。海保署表示会协助负责国家公园署。他们大概目前做法上也会参考郑老师的一个建议，他们会号召大概10几个人出去，也许利用个10天的时间了。海保署指出，自2021到22年之间，捌委托中兴县团队用人工注醋酸消毒太平岛这款海星900多只，即摆也用同款的模式。陈明修表示，即摆亲像海中热带雨林发生森林大火，若无马上介入，恐惊火灾前拖甲更较大、更较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